议员陈黄宇表示，全台第一个以医疗服务创新园区作为发展的生态沙仑病院将进驻桂林。对着生态甲地方来讲，应该算是今年上赞的礼物。不过提醒市府，该园区以后规模甲服务量拢将比现有的中医较大，所以呼吁都发局将六甲、中州等各里纳入都市计划区的规划，减少未来交通可能的冲击。科学城势必都会经过这几条路，对，所以我当时有跟你提到针对于六甲或者是轮顶这几个非都市计划区内会经过此地方，然后到我们的绿能科学城，我们该如何规划？这个跟陈议员报告非常谢谢你关心地方的发展。这个部分我上次也有跟大家说明过了哈。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国土计划里面把它列为这个城乡23或者是未来发展区，然后持续我们会用扩大都市计划的方式，把它纳入到都市计划范围里面来做管理。对，因为包含中州，还有包含长荣大学，对，它未来都是必经之路，所以你现在有一些土地农路道路，它现在还没有盖了那么满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规划进来？不然的话，我觉得未来这边一定塞满啊。根据了解，生态沙仑医疗园区甲台南市政府合作，2022年就定做园区元年，第一期工程将伫2023年就展开，后续第2期、第3期的规划嘛将陆续讨论，有地方充满期待。台南新闻，军事林根采访报道。